常常听人讲做生意的拢甲你骗内行，做生意人本地就爱在商言商有信用，特别是即马过年伫要到啊，有民众去到新竹的菜市啊，买一寡汤仔饼啊，这四收啊，讲这是称重的，每100公克是130块，总共甲伊买500块。等来到厝里，才发现讲伫咧刀仔内面，竟然甲你放这个铁片来增加重量。袋仔内底汤仔看起来真好食，不过拍开一看，内底竟然放铁片，因为汤仔是称重，袂互消费者。民众怀疑摊商为了增加重量，挑工把铁片放入去。摊商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、对啊，那也是个人，应该也是个人摊商问题吧。市场管理单位知影了后，表示已经严格警告摊商，而且禁止摆摊仔。卖合作民众退钱，刷落来会进行稽查，确保目前的棚啊拢正确标准。那对于摊商的部分，我们做了一个最严正的警告，并且，往后的话应该就会有做一个登记在案，并不会再让这种摊商进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。关系到市场的秩序的问题，交易秩序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会很重视，而且也要打造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。要过年啊，市面上有袂少拢是用称重的方式卖物件。消保官提醒民众，买进前就要先了解价钱，看有真足才袂吃亏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